你去看一眼若若，这孩子对范闲感情最深，我怕他过于悲痛，才生了病啊。若若平时最尊重范闲，这会儿不知道哭成什么样子了。姨娘来了啊，刚炖的阿胶桂圆羹很是滋补，一会儿想着喝了啊。若若，你这干嘛呢？不知道范思哲每天在忙些什么，这书具也不管，库房里又吵又吵，我看不下去，拿出来晒晒。你是不是没听到消息啊？我哥的死讯，听说了。那姨娘别担心，也不必悲痛，切记莫要感怀伤神。这怎么变成你骗我了？因为我哥没死。你爹方才找过你？没有啊。哎，那你为什么就肯定你哥没死呢？因为我哥就不会死。这是人就会死啊？没错，但我哥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他。哎呦，若若，你真这么想啊？对呀。那我倒是放心了。不过若若，你对你哥这样，是不是得算忙劲啊？哎，老王，这又到你地盘了啊！你得罩着我。大人有所不知，自从我跟了大人，我这地盘早让新人给占了。我这还怕碰见老人把咱给认出来。哇，这还真有人学我当年在这卖图啊！这市场有需要啊！啊？什么市场4两了，4两了！这图现在都开始竞卖了。5两！5两啊！快，让我看看这5两的图什么样。就这也太容易骗钱了吧！啊！别生事啊！气死我了！哼！算了！人呢？都在祭拜呢，咱们也去拜拜吧。来啊！排队领香，哎，这领。给我也来根香，多谢。排队领香，全面祭拜。小范呐，这城门外边摆丧事，这也没人管。排队而且这人人都在祭拜，这家人面够宽的。哎，确实是。是书是义，诗文未见出其右。千古同悲，多情向来空遗恨。这2句也不挨着呀。是，哎，而且这话说的够狂的啊！有大人在，他还敢说什么“诗文未见出其右”？别乱说话，死者为大。多情向来空遗恨，这是个多情的才子。咱京都有这么一号吗？我过去看看。大庆栋梁范安之之灵位，也姓范。范安之谁啊？我呀，大人字安之啊？难不成是同名同姓？来，咱们排好队啊，跟我走。诸位，请看，这儿可有个讲究啊！范闲范大人当年初到京都，便在此地下马，在路边又是马车关怀，德育佳人，成就一个美事啊！诸位，春闱将至，在此处祭拜，既可保学子高中，又能助姻缘美满。万快点！这还拜姻缘？哎，冷静！我他妈拆了！哎，别，自个儿的牌位砸了，晦气！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排队啊，全面祭拜。知道啊。哎，你的。这阵仗不比过年热闹？哎呀，不愧是我呀！来，诸位请看，范闲范大人曾在此处一饮酒，一茶，吟诗，难免既盛时分。大人真来过？过时。由范大人亲笔扇面，绝版一字。字儿写的还可以啊。小范大人圆满了汉堡嘞！汉堡。
汉子吃饱了。哎，客官，小范大人同款香囊来一个吗？怎么一股五香鸭的味儿啊？哎，这位客官怎么回事？小范大人的同款香囊怎么会有五香鸭？这回看完范大人的事情，来一本，这不要。哎，还有好的呢，红楼的结局篇呢，结局出来了。有什么结局？红楼结局没写完呢，骗谁了你？啊，是小，就没写完，你没写完。你个臭三角，我看你烦死了。小范大人生前研制的毒药，蛇丑鼠蚁全部杀掉。不要贩毒啊！不要贩毒！不要贩毒！全部都被挖了新鲜的水果，点点新鲜酸辣，好吃味美，口味众多。饭前范大人驴有光顾，赞不绝口，来看一下。哎，大人，什么时候你也带我尝尝来呀？等我活过来，酸奶管够。大人半道假死，那消息甚是隐秘，这怎么都传开了呀？这件事除了咱俩，就只有老二最清楚。二殿下传出去了，想不明白，他这么做图什么呢？我记得你家离这儿不远，这院子谁的？也是我的，能查到你名字？查不到。大人，请自便啊。这院子呀，本主是个园丁啊，他跟我借钱，结果呢没赚到钱，便把这小院啊抵给我了。您猜猜这是什么？这不就是个窑炉吗？嘿嘿。哎呀，这是啊，我们家后门，我挖了坑道，直接通到我家院内，即使有人滋扰啊，我都可以进出自由。范闲之死，天下震动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京城把这个人给找出来，那欺君罔上的罪名，就算是坐实了。我已经在王启年家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只要范闲一出现，他便逃不出殿下的手掌心。王启年是范闲的心腹，又在京都多年，除了他，范闲无人可用。大人看啊，这外边这路啊四通八达，而且都是通往城外的。这真遇上什么事儿了，咱逃跑方便。可以啊，安全院。安全院，这称呼贴切啊！可还有监察院啊。范闲可是监察院第4。回监察院，那就不仅是欺君的罪名。真要如此，这棋局的胜负就算定了。哎，我不记得监察院麾下有这习惯啊。原来呀，是没有啊。可是自从呢启年有幸遇见了大人，大人便温暖了启年的天空啊！可是这每天过的呀，也真的是够刺激的。来，大人，您坐。来，不过既然有这安全院，咱们也不是非得去你家，在这儿落脚也可以啊。不，大人，安顿滕家母子的事儿啊，那是我夫人帮着办的。这要找他们呀，那还是得回我家啊，去找我家夫人。哎，老王啊，入夜再去，小心为上，克制一点儿。关门关窗，防火防盗。关门关窗，防火防盗。回家真好。什么动静？有刺客！让我家夫人防歹人设的啊！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出口在井壁确实想不到。夫人可能睡了，千
万别惊了他的脚，不然要发大脾气的。咱们去内屋。哎，既然这样，不如干脆回安全院得了。内屋啊，是丫头的房子。出门这么久了，我想现在就过去看看。走，行。哎，这儿啊，绑着刀呢，迈过去。还有啊，这儿还有那儿啊，有夹路的夹子啊，在这儿没事啊。夫人这是换地方了，当然，要不然我背您过去吧。你爹是王启年吗？嗯。我是你爹好朋友，你叫我叔叔就行。嗯。给我的。嗯。啊，那谢谢你啊。装好了，装好了。啊？想叫你吃饭。哦，好。小范大人吧，我是启年的发妻。千万莫叫大人，我跟老王过命的交情，按道理我得叫您声嫂子。大人请坐。启年一早出门给大人办事，我们不必等他。也是他不小事，早上才跟我说大人来了，都没准备。自家熬的粥，怠慢大人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是我麻烦夫人。有肉，那可真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爸爸。不是我叫的啊！大人误会了，孩子乳名啊。我家丫头单名一个霸字。是哪个字？王霸之气。真的是。叔叔，鸡蛋掉了。谢谢啊。听说大人在京都有数10段情缘。我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，都是假的，都是以讹传讹，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那郡主呢？哦，跟婉儿的婚约确有其事，但除此之外，别的都是假的。我最相信大人。大人喝粥。哎，叔叔，别再掉了。我尽量。孩子这名字挺特别的。刚有身孕的时候，启年选的，没想到是个丫头。那怎么没换一个？名字硬气，命也硬些，能平安长大。好名字，好寓意。我也觉得自己的名字好。娘，女儿错了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女儿不应该吃饭说话。知错就改。女儿
啊，知道了，女儿一定改。起来吧，大人坐。说孩子呢，大人不用拘束。院长，年若海呢？他把自己关起来了。去看看。哎，大人别动，我帮他一块收拾吧。听启年说，大人要交房钱，他是这么说的。1天1两，说是补贴家用，没这回事吗？有这回事，房钱得交。那就没有理由让大人帮着做事，不然这钱收的坏了规矩。啊，大人请坐。爸爸陪叔叔聊天。聊啥？都行啊。你多大了？我5岁了，那你多大？反正比你大多了。那你是大人吗？当然是了。那你为什么睡我的床？我只是借助一下。哦，那你喜欢吃肉吗？喜欢。那你知道什么肉最好吃吗？什么肉啊？是五花肉。有道理。那你想吃五花肉吗？想啊。娘。哎，怎么了？叔叔想吃五花肉。晚上给大人做。我没。行啊，肉也让你骗到了，帮叔叔个忙好不好？好。家里有纸吗？再找根烧过的炭条来。这爸爸，随他爹。城内已发现王启年的踪迹。看来正如院长所料，范闲没死，还来了京都。那你这会儿是等着范闲来监察院找你？他不能来这里。监察院凌驾百官，又是倾国第一重地，他如果只是因为自己的私事动用替死权力，必死无疑。你不是说陛下都震怒了吗？假死乃是欺君呢。唉，也是死罪啊。左也是死，右也是死，那你还有心思可周？该做的我都做了。能救他？能救他的只有他自己。范闲过不了这一关，会怎样？他如果过不了这一关的话，恐怕你永远不会走出这里了。我不重要，关键是你。如果范闲死了，你会做什么？如果范闲真的死了，会有很多人陪葬。大人，年年，哎，爸爸，年年，哎呀，爸爸，哎呦，哎呀，想死我了！哎呀，爹爹早上啊，看你睡得香，就没舍得叫你。哎呀，想死我了！先忙这事儿。夫人辛苦了。小年年，去。
夫人辛苦。大人您要的东西，这外边情况可是有点不对呀。怎么了？滕家蓟桥的消息找到了？还没找着呢。但是我这一路打听过来呀，我发现大人的死讯不光是在民间，在官场上他也传开了。所以呢？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事儿闹大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将来您跟陛下怎么交代啊？这可是欺君之罪，掉脑袋的。我知道。那咱们现在就离开京都，回使团吧。就说您的死讯那是误传。别担心，这些我都考虑过。大人有准备就好。你继续找滕家母子的下落。那您自己先回使团，我进宫见驾。见驾？大人，这死讯可是已经传开了，您现在去见驾，那等于找死啊！是啊，是很难，但是绝处才能逢生啊。但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将来咱逢不了生怎么办啊？现在先奔绝处去啊？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，总得面对试试吧。不是，大人，那咱也不能去找死去啊！老王，我要是真死了，你赶紧搬家啊！别在京都待了，没意思。不，大人，您一定要逢生啊！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小范大人聪慧无比。那是自然啊，小范大人何许人也啊？那是聪慧绝伦呐。那还担心什么？他选的这条路，他是条死路啊！有刺客！各位不必惊慌，我就是单纯的一个刺客而已。你们这些人能不能给我长点脸啊？就连这扫洒，还非得有人给我告状，你们什么时候能给我省点心呢？啊！公公，侍卫传话，有刺客找您。你说，这人，你说什么东西找我？侯公公，哎，侯公公，他对宫里各处细节都熟，不像外人。咱们想着还是请侯公公亲眼看看再说。哼，一群没担当的！来看，侯公公好呀。不，散开，散开！哎呦，我的范小爷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麻烦侯公公帮我传句话。传什么话啊？我要见驾呀！万万不可！陛下现在正在震怒，你要见驾就是个死。麻烦侯公公帮我转告陛下，我确实有苦衷，只见一面。我的范小爷呀，就算我求救你了，走吧。您就帮我传一句话就行。陛下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我要是敢给你传这话，我就得陪你一块掉脑袋。说句老奴不该说的话，现在这个局面，你若是不走，就是绝路。你现在还蒙上面，顺着原路出宫，我老奴就当没见过你。假死欺君，这种做法愚蠢至极。不然呢？我还能怎么做？就是有天大的事情，也应该熬到回京。人命关天，我等不及。难道你的命不是命？所以呢？陈院长现在就是取我性命来的。现在的处境，你应该自己清楚。
我知道。知道什么？所有人都告诉我，现在剑驾必死无疑。我唯一的活路就是离开京都。离开京都，与死无异。照你这么说，一条活路都没有了。说对了，剑驾就是去死。你要想活，就必须先死。只有拼死剑驾，你才有活的生路。如果陛下这次不杀你，你就可以熬过一劫。可是我现在根本就见不到他。我可以试着去劝一劝了。是生是死，答案不知。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我，这样很好。如果你一直还是盲信任我，那真的完了。但你如今没得选择。等等，帮我把这个交给陛下。不用打听，我不需要知道什么。萧恩临死之前透露了神庙的秘密。神庙之事，陛下不谈，绝口不讲。如果今天陛下见你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在你没有确定名正言顺地活过来之前，不要见我。你做的是你救的人，我也不会帮你。就当京都无缘相助，只有你自己。其他地方我也不能去。别回范府，别来找我，其余的事情你自己决定。多谢。臣觐见陛下。臣有喜讯向陛下禀报。范闲死讯传遍京都，已激发起我大庆文人同仇敌忾，奋发奋进。北齐文坛压制我大庆至今呐。恭喜陛下！现如今时局已经改变了，我大庆文坛不再会以北齐为师。照你这么说，范闲是真该死。欺君之罪本就该死，不过他要是活着的话，也还有些用处。毕竟天下文人已视范闲为未来文宗了。如果他活着的话，那北齐文坛也会心生敬仰之心。陛下，外边已有传言了，说远隔千里，消息有误，说死讯传错了，也有可能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欺君之罪绝不可恕。只是范闲已知是绝路，依然恳求见驾，说明这孩子内心已知错，也甘愿受死，没有回避之心。您看，这是这孩子给您准备的礼物。您说这孩子北齐遇险，生死一线，可心里牵挂的还是陛下。这孩子就是该死吧？要不然陛下先见他一面，然后再杀他，也不迟啊。
也有事吗？臣告退。罪臣范闲，假死欺君，罪无可恕，死不足惜。臣自儋州长大，不闻天下之事，无凌云之志。自入京都，扶摇直上，若无陛下信重，又岂有今日？臣虽未直言，但又怎能不念陛下之圣恩？臣自出使北齐，早已抱定必死之决心。所谓生死，又怎及陛下信重之万一？今日见驾，不为其他，只愿将臣北齐所知之事托付陛下，切莫因臣一人之身死，牵累国事。臣出使北齐，得知长公主李元瑞与二皇子李承泽与北齐锦衣卫暗中往来，或有通敌之嫌。臣随使团归途中，遭李承泽手下以臣身边亲友相逼，逼迫臣俯首听命。臣无奈之下，只好假死脱身。虽有缘由，终究荒唐。神庙之事，陛下不谈，绝口不讲。除此之外，萧文死前向臣透露，神庙之所在就在极北之地。此等密文，当竭力隐瞒，又或择人而事，还望陛下斟酌而定。臣在北齐所知所闻，如今已尽数告知陛下。至此，即便是身死，也再无遗憾了。唯一可叹的是，生死一别，再无机会为庆国尽心，为陛下尽忠。臣死后若是魂魄有灵，亦将护佑庆国，护佑陛下。愿庆国四海归一，愿陛下无病无灾。臣言已尽，俯首领死。滚！
说了吗？滚远点啊！好久不见。范闲，你不都出师北齐了吗？你这什么章程啊？天下这就装的有点过了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城门挂着我的挽联呢，我的死讯你能不知道？我最好是不知道吧？什么是好太子啊？不知道才是好太子啊！我人都站这儿了，我看不见。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何假死回京？我眼瞎。吴二龙，李云瑞和李承泽同谋，暗通北齐锦衣卫，走私敛财，图谋不轨。老二心机重，内库财权，他可一直惦记着呢。不可能，这事绝对不可能！姑姑怎么可能跟二哥站到一起啊？殿下真觉得自己了解长公主吗？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？北齐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沈仲有实证吗？秦国边境有处小镇名为史家镇，北齐走私物资运往境内多在此处囤积转运，把这镇上的商铺查一遍，就能真相大白。也就是说，你所有的消息都是这个叫沈仲的人给你的，对吧？北齐小皇帝帮我查。小皇帝凭什么帮你？我接了走私的买卖，所以李承泽想杀我。我派人连夜赶往史家镇。殿下这会儿不聋了？生死存亡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送你回使团啊。暂时还得留在京都。那你可以藏在我这儿。心领了，我有自己的事儿。你现在生死攸关，有任何需要尽管开口。那就先多谢。殿下，你我合作，切不可让李承泽知道。那是自然，绝密啊！方才那些护卫，我关他们一段时间啊。想不到有朝一日，你我二人会联手啊。各取所需罢了。保重。刚刚进店的护卫，都过来一下。哎，都齐了吗？齐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啊？都跟了我这么多年，留个全尸吧。现在就得走啊，要不然呀，不光是救不了藤沙母子啊，我家夫人跟爸爸也得出危险。慌什么？就这样，您还去找太子，这不是与太子私下结党吗？这不是罪加一等吗？还有啊，就您刚刚进宫这一次啊，要是有人走漏了风声，那就会有人出来，趁这机会让您真死喽。老王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要活过来，最重要的就是时间，是吧？要是在使团回京都之前，我再活不过来，再想复活，我就有困难了，所以我才去找太子啊。这太子他能让你活过来呀？不是太子能让我活过来，是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咱们要查的事情太多，靠我一个人不行，所以得分工合作。我让太子釜底抽薪去查老二走私，咱们两个负责查藤家母子下落，查清楚了才能回使团。那要是查不出来呢？那就破罐破摔，都得死。大人，不至于吧？那我家不至于，不爸爸，那就不至于啊！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话说回来，你查怎么样了？倒是有些消息了。我问了，这费介费老啊，不在京都，是去执行公务了，安全。还有，思哲少爷吧，也是安然无恙啊。我问了，说他总是早出晚归的，也不知道在忙什么。
但是没有被挟持的迹象。所以失踪的就只有滕家母子。他们倒是也有消息了，有人看见他们被带走了。看到带去何处了吗？抱月楼。抱月楼？什么地方？青楼。你真的不打算出来了？也不知道要待多久，先搬点进来。不会太久。有消息了？刺客见驾了。刺客还见驾？范闲，陛下想让他光明正大的活过来。那他时间可不多。使团抵京，一切尘埃落定，他可活不过来了。范闲都被烧了，咱不回去弄吗？不急，我观察观察，确认没意外再说。进人以后让他活过来，那陛下为什么要把范闲的死讯昭告天下呢？要让杀他的人知道范闲死后什么场面。天下震动，快成国葬。毕竟卓摩罕把自己的藏书都传给了他，意义非凡，文坛传承。再一个，陛下就是想要敲打敲打他。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太离经叛道了。范闲能明白吗？明白归明白，听话不可能。这其实是个好机会。死讯传开，这个时候他若真死了，没人会说什么，还特别顺理成章。干嘛去？您的意思不让我杀范闲吗？人找着了吗？就杀。好，那找到通知我一声。这其实啊，找到范闲不容易，但可以让他自己出现。那他应该在哪儿出现？还能是哪？抱月楼啊！抱月楼。要想找到滕家母子，范闲必去抱月楼。你不出手帮他吗？现在这情景，陛下也看着，我要出手，陛下未必高兴。抱月楼背后到底是谁？开门。能进去玩吗？对不起，没有帖子不能进。通融一下。通融不了。来，那边请啊。哟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玩的开心，玩的愉快啊！这地儿外人可是进不去。这不是青楼吗？是青楼，但是规格高，挑客人，
必须得是有身份、有才华啊，才给你发凭证。你有这凭证才能进他这楼啊。据说这楼里边比其他青楼更安静、更高雅些。好，还是会员制。何为会员制？哦，没什么。那这凭证，这凭证可是不好弄啊。但是我刚才问了，咱现在有一个天赐良机。什么良机？悼念诗仙，寄托哀思，就是纪念您。所以靠纪念我就能进抱月楼？哎，纪念的好的就给发这凭证，有了这凭证，你才能进这抱月楼。那怎么叫纪念的好？诸位，我们今天依旧请到了3位德高望重的大人，跟我们一起见证追思盛况。开始了！但凡追思者获得3位大人的共同认可，皆可获雅士帖、凭帖进入抱月楼。完了这是。信不信？黄河水，天上来！祈年殿，醉酒赋诗。我才必有用，先进3计还出来！这就是模仿追思追得好的，这怎么听着怪怪的？就是追思您嘛。哎，小范大人千古。小范大人千古。公子喜欢什么武器？当然是剑了。尴尬，因为这就属于追思的不行的模仿秀。模仿我大概明白了，秀是从何而来？秀就是瘦。您是比我瘦。说惶恐。大爷，大爷，你查查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我再来加，我再来，再给我一回这个玩家。我想不想？我想不想？你看，这就属于追思追的不好的，模仿瘦的不好的啊。您说这是不是天赐良机啊？学诗仙，他谁能跟您自己比？大人，咱不是要潜入抱月楼去探听消息吗？为何不报名上台呢？若是抱月楼中门大开，广迎宾客，或许还可以一试。大人啊，你怎么给大人喝这个？哦，这还行啊，这个。哎，夫人，哎，我来。那您是怕上了台去，有别人把您给认出来？台上就算认不出来，没有人群掩护，想混进楼里，怕是隐藏不住。我想来想去，这抱月楼追思会恐怕是个陷阱。瓮中捉鳖，捉你啊！不，我是那个意思吧？那咱们应该趁着夜黑风高，咱们晚上进楼去找人。咱们只有一次机会，我就怕打草惊蛇。这抱月楼管事的是谁？那我得去查查去。圆梦。圆梦是谁？
圆梦，袁大家，曾是流金河夸魁，司礼礼之前，属他最具盛名。夫人怎么知道这些？咱家以前卖过胭脂、香料，青楼这一行的事，多少知道些。那你之前不说？大人莫怪，这一类的生意，几年他管得少。我得避嫌。向你学习。大人啊，那咱们是不是就从这个圆梦查起呀？这个圆梦就是抱月楼的东家吗？他虽管事，并非东家。抱月楼的东家很神秘，不知底细，从未露脸。要查滕家母子的下落，恐怕还是得找到这个神秘的东家。外人不知道，楼中人或许知道。有熟人？有位姑娘，与启年相熟。不可能啊，绝不可能！大人，王某这一生最看重的就是名声啊，说一声冰清玉洁啊，那也不为过。夫人一定是听了什么谣言了啊！桑文姑娘。今儿这手怎么这么滑呀？出汗了吧？一开始送胭脂香料，不都是送到桑文姑娘手里吗？那倒是啊，但是我跟她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大人呐，我想想啊，开始呢，我是卖给她一本琴谱，后来呢，又卖给她一把古琴，再后来才是夫人说的这香料啊。你这卖的还挺多呀，还卖过什么？卖过地图、红楼，这大人都知道啊。但是我见了大人之后啊，王某就只卖命了啊。夫人，刚才要不是你说起什么丧啊、什么文呐，我都把他给忘了。如今桑文姑娘便在抱月楼。他不是说他只做唱曲名家，他不会。大人外姓啊，启年看来是没忘干净，想必能帮大人搭上这条线。哎呀，怎么坏了？不知道。我去换一个。我帮着找找啊。这茶要不咱们……哎，对，啊，还是得喝，客随主便。哎，行，你勺放哪儿了？哎呀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去吧，大人等着你聊三姑娘。但是我真的跟他不熟啊。再说人家在抱月楼呢，对吧？我就是想见，我也没有机会见。你还想？我是得想，我必须得想啊！我替大人好好想想个万全之策啊！大人，别看了，红了，手指头还挺长。哎呀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大人，要想见呢，还是能见到的。这青楼里的女子啊，她们的衣着胭脂都得在楼外购买。哪家铺子？铺子我知道啊。咱要想找到桑文啊，那就得去守株待兔。这铺子能让你混进去？都认识。老王，你这不远。不是，您可别多想啊！我就是偶尔在他们身上赚点小钱而已，别的没有关系。这不行。
问心无愧吧？那你刚才不说清楚？大人没成器，你不懂。即使是问心无愧，也不能多说一个字，不然会节外生枝的。这女人呐，疑心不可生啊。这男人呐，平安才是福。哎呀，成亲不易呀！哎，那咱们现在就走啊！走。哎，夫人，我陪大人去办点公事啊。记得带上一条兰花帕子。好嘞。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咱要去的那家铺子，最有名的就是兰花帕子，精彩。桑文姑娘，昨日晚霞如烟，我猜桑姑娘啊也该来了。上次您要的东西已经都给您备好了，姑娘请。这也要跟？姑娘，别喊啊！熟人啊！我王谨言，这是乔装打扮啊，这个你拿着啊。这位啊，赵公子，仰慕姑娘多时，只是呢想要见个面，没别的意思，你切莫声张啊。礼太重了，小范大人。不是，小郑，我见过你，在哪儿见过？司礼里姑娘那夜借烟花驾舟，与小范大人相识，我就在楼上瞧着。那倒是有缘。听说大人死了。我也听说了。节哀。多谢关心，我会往前看。什么意思？大人是想查抱月楼？你听谁说的？我可没说啊！大人死而复生，到这种地方来见我，总不能真是看上我了吧？我就是一普通女子，除了抱月楼，身边都是平常人、平常事。那这抱月楼又有何不平常？抱月楼新开不久，已经收拢了京都各家花魁，都是最赚钱的招牌，每家都有靠山，可从来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，这不平常。可否请三姑娘帮个忙？桑文也想求小范大人相助，可以谈。范大人先把银票收着，我才好开口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大人先问吧，若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便不会开口了。
桑姑娘倒是清醒得很。我这种身份，再不清醒，那真是没救了。抱月楼东家是谁？不知道，我从进了抱月楼之后，从未见过东家露面。那我换个问题，有没有在抱月楼里边见过一对母子？孩子大概6、7岁左右。也没见过。大人想找的人，应该不是自愿进抱月楼的吧？不是，是被强行带走。他们抓来的人，我们都没有见过。若真有这对母子的话，应该和那些人都关押到一起了。关在哪？没人告诉过我们。新抓来的是谁，我们也都不知道。哦，前几日有一个丫头被打得狠了，夺路跑到了前院，还撞上了我。如果那对母子真的被抓，她或许见过。这姑娘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好像姓金，她爹是个卖菜的。张姑娘，该走了。知道了，换好衣服就出来。哎，等等，你还没说想让我帮你什么呢？我的消息有用，十分有用。我想离开抱月楼。这会儿跟着我有危险，不过倒也不是不行。不是现在，只要我的卖身契还在楼里，我就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身份。那我帮你赎出来。不敢让大人破财，赎身的银子我自己有，我只想求一个可以自赎的机会。有钱也不能自赎。我是被刀刃加身强逼着签下的这份卖身契。逼良为娼啊！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能一手遮天的。别说见过我，等我回来救你。不急这一时半刻，先等大人活过来再说。殿下，这几日的追思会，所有人名单都在这儿，未见范闲露面。王启年家有什么动静？动静倒是没什么，各地方我也安插了人员看着，只有母女2人进出，未见他人。是不是范闲未到京都？咱们再等等。等不得，小范大人至此生事已成，如若这时让他重回使团，这机会可就不好再寻了。可是人没出现呀。吴九，你知道这世上最感动的时刻是什么吗？哎，金榜题名，是一家团聚。你知道一家团聚的前提是什么吗？得先有个家，得先分，才有聚。吴舅，去把王启言的妻女请来，我想看阖家团圆。是。就等着被感动。大人，我都打听好了，就是这条街。一会儿，这抱月楼负责采买的车队就会从这块路过啊。记住了啊，最后那家车里边不要再晃，那晃的里边菜呢没有封实，它能藏人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来了。哎，大人，有没有这个3岁银子呀？银子这么些个，大哥，我的，哎，那个银子，怎么了？别抢，是我的。
全道士三国周郎，率人专攻，讨伐元气冲天。进去，快快啊！小心我的货物！往里走，这个位置。往里走，往里走，小心点啊！老六，这几辆马车一辆一辆给我认真检查。好嘞，好嘞，队长慢走啊！